你知道吗？自从你离开之后，我只要一去我们一起经历过的场景，脑子里想的都是你的影子。我开放落学谷，不只是为了收容那些流离失所的人，我是想让自己忙起来，有事做，这样我就可以短暂忘记失去你的痛苦。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，幸好你回来了，幸好你回到了我身边。阿远，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你一定不会轻易忘记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！杀了叶神，阿远，杀了叶神，杀了叶神，杀了叶神。阿远，是我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叶承渊，我才不是什么你要杀的叶神，我是小盘。我求你，我求你快想起来，我求你。杀了叶神，杀了叶神，杀了叶神，杀了叶神！你就这么恨我吗？杀了叶神！杀了叶神！你就这么想杀死我吗？杀了叶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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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承渊为什么还是这副样子？甚至还想杀我？你说过可以彻底复活的，这些天你到底有没有在做事？他如今只有一魂一魄，还以为自己是仙门中人，而你是夜神，所以他才会杀你。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来加速他复活了。你知道，我是用仙师的血来加速的。可是如果人杀绝了，这轮回之门可就运转不了了。天，我管不着，这是你来解决的事情。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就是你的夜神之力，你的血比100个仙师都有用。可若是这样，夜神之力岂不是又转移回他的体内了？那就要看，你是想让他死，还是想让他活？你来决定吧。他现在只有一魂一魄，想不起来事情很正常。
我怎么能跟他计较呢？我应该想办法让他记起来才是。教徒，主上有何吩咐？命众人重建落雪谷，越快越好。是。你不会又要对我动手吧？走，我带你去看个东西。你还记得这里吗？夏嫣，你有何事？我方才提审过凤长阁，叶晨渊之所以会攻击你，是因为他的一魂一魄里只记得自己是仙门中人，而你是夜神，所以才想杀你。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。昨日我亲自问过。你已经见过凤长宫了，那你……这里画的不对。你还记得落雪谷？凤长宫是不是跟你说？先不要说了，看他想做什么。你说不对就不对，你想怎么改都行。小英，不要过来！他不过是在跟我玩闹罢了。我知道变成这样不是你想的，你就做你想做的事，我不会阻挠。从前，你千万次救我于水火，现在该轮到我来帮你了。凤长宫是不是跟你说过，要用你的血救叶晨渊？你千万不可答应，此中必有蹊跷。我心里有数，你下去吧。
看来，这夜神之力对他的复原果然有效。罢了，只要他能活过来，回到我身边，要我怎么样都可以。这里也有很多我们的回忆，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当时我正准备成为夜神，你闯进来要带我走。你跟我走了，对吗？对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就觉得你会跟我走。小影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我这就将他押入天牢。慢着，不关他的事，是你误会了。他留在你身边，迟早会伤了你。从前他对我百般照顾，如今变成这样，我也绝不会放弃他。可他都不记得你是谁，留着这样的人在身边，并非是明智之举。你还是将他交给我。给我住手！云雅，我和叶晨渊的事情不用你管。你虽然曾是我师尊，我也感恩于你，但你最好别忘了现在的身份。我不是要插手你们的事，我只是为了你，担心你的安危。他只有一魂一魄，却已经让你失去了理智。这几日三界的事、叶族的事你都不管。够了！这里不是云秀阁，你也不是我的师尊了，我不需要你教育我。现在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叶晨渊。我失去理智也好，被他杀了也罢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。你也一样。还不走？这世上除了你，什么也不重要。枯树颓百年轮，绕过几圈爱恨。誓言辗转离分，刻薄红尘如人。命运冰冷口吻，生生世世伤人。最苦涩泪痕，灼烧我的唇。回忆堆叠温存，难舍你我缘分。命书斑驳掌纹，分割白夜晨昏。寒风揽尽寥落的星辰，我依旧在等，等不回，许你共度余生。昙花一跃凋残，醉生梦死，何以几尺
除非千山渡不过彼岸，怎可盼你遇得火阑珊？回忆堆叠温存，难舍你我缘分。命书斑驳掌纹，分隔白夜晨昏。寒风揽尽寥落的星辰，我依旧在等，等不回许你共度余生。昙花一叶凋残，醉生梦死，何以寄痴缠？几世牵绊，唯有我手上轻弹。离除非千山渡不过彼岸，怎可盼你遇得火阑珊？昙花一叶凋残，醉生梦死，何以寄痴缠？几世牵绊，唯有我手上轻弹。我教你。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，你总是这样安慰我。你来试试。没事儿，不急。这是你以前最擅长的法术，你一定能学会的。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。你走吧。送给你。你为什么送我花？你想起我来了？你哭，我难受。看
看到你还知道难受的份上，我就勉强原谅你好了。主上，落雪谷已重修完毕。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你想不想去看看？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好熟悉。你能记起来了？没错，这里本就是我们生活过的地方，是我们的家。没想到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是回到了这里。怕你冷。可我还是觉得冷，怎么办？斜月上斜拥而已，人却在南河随尽。我不知怎梦怎记，自情自禁。向天之一轮而云，双手举起如随机。我披月随风而去，自信无情。跟我来。这里我来过。当然，这里是你我以前日夜相伴的地方。看来你能想起来的东西越来越多。夜风又细细扬起漫长悲绪，夕然一别，还是有留意。这是我们在灯会一起捏的泥人，你看。你没事吧？我看见你了。看来他的记忆果真在一点点恢复。你没事就好，不着急，我们慢慢来。这里地处偏远，没有外界的干扰，只有我和你。只有我们。就在里面。
你刚才为什么为我挡？我不想你受伤。放心，刚刚我只是一时不察，这些人根本不足为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休息会儿便好了。你刚刚保护我，我很开心。你开心，我也开心。能依次操纵这么多傀儡，而且他们身上那种熟悉的气息、熟悉的招式，你太蠢了，你不该这么做。小莹，我知道是你做的。我知道瞒不过你，也不想瞒你。没想到，我们之间居然有今日。是你背叛了我。我没有背叛你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你的力量变弱了。若是之前的你，怎么会被那些傀儡伤到？我没有。叶千源现在就是个怪物，他靠吸你的血活着。若是这样下去，你的命也会搭进去。我宁可自己做这个恶人，杀了他，也不会让你出事。我说了多少遍，我跟他的事情不用你过问。你竟敢不过问，我就擅自行事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真的有尊我为主吗？尊你为主，白小年，难道不知道我对你的情感？在我心里，100个叶晨元也抵不过一个你。你可以为了他置所有事于不顾，你要是能听进去我的话，我又何须出此下策？他根本没有像拥戴尊重先主那样对你。小杨，枉你视他为心腹，他根本不受你的控制，迟早有天会脱离你，背叛你。小杨，你怎么了？云雅，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你总是想要改变我，而不是臣服于我。小莹，你冷静一点，不要被叶神影响。你说我置所有事于不顾，可我让你去收服三界，替我叶族扬威，你做到了吗？小莹，你总是要跟我作对，你还以为我是那个任你摆布的低阶弟子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为自己的选择后悔去吧。小莹，传我命令，立刻集合所有战士，随我出征。是。小莹，你忘了他们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吗？只有杀了他们，你的苦难才能结束。
就是我现在的力量。只要是我想毁灭的，就没有人能阻止我。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任人宰割的白小樱。不，小莹，这些都不是你的本心，你只是被夜神控制了。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就是夜神，夜神就是我。主上，说吧。所抓之人皆被押入天牢，只等您发落。正好，带你去玩个有趣的。走吧。今日前来，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个小小的事情。想必大家应该也知道，如今九重霄已经归顺叶族，所以自今日起，只要你们愿意供奉叶族，尊我为主，现在便可以走。朕愿意，朕愿意。只要叶神大人饶了朕，朕回去后立刻命人砸了神仙庙宇，以后只奉叶神大人。很好，只要吃下这枚丹药，以后乖乖听话。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请。我们又见面了。没想到你们两个，如今变成这样。怎么，我也要跟他们一样，吃了你的丹药才能离开吗？跟你有交情的是叶沉渊，不是我。不过可惜了，他现在已经不记得我。你看他们做什么？如今他们自身都难保了，不会还指望他们救你吧？好，我吃。哼！吃了这个丹药，就放我们走。没错。呸！白小莹，不要以为我们都怕你。告诉你，仙门之人，宁死不屈，有本事就杀了我。好，那我便如你所愿。子离，你竟然杀了子离长老！你放心，只要愿意真心实意臣服于我，我自然不会杀自己人。你休想！我们仙门中人绝不会成为叶族的走狗。好，我倒是有时间跟你们慢慢熬，就怕你们先撑不住。
执剑人，你的职责就是杀死封印着夜神的容器，铲除夜神。杀了他，只有杀了他，夜神才不会继续为祸三界。叶晨元，你是仙门弟子，三界执剑人，你要维护天下，不受夜神的迫害。杀了他！那些仙门中人还是嘴硬得很，不肯归顺。那便继续打，打到他们肯求饶为止。若是再打，恐会危及性命。这你就不必管了，只管执行命令就是。是。要不是你尚未恢复，这般盯着我，我还以为你有别的企图。你这是？不要总板着脸，其实也可以笑一笑。这句话曾是我对你说的，现在倒好，成了你来教育我了。我当时为何对你说这句话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只记得这句话，又看到你不开心，所以就说给你听。最近事多，有些心烦，不过看到你，我便好多了。叶晨元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再给你梳头。你可知道，男子给女子梳头，意味着要娶她为妻，一生一世白头偕老。不知道，不过我可以问问。有什么好问的？既然梳了头，那你便是我的人了。既是我的人，你便要满足我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寻半生一样，真情风容样，好友相思寄故乡。眺望红尘间，他似在灯火阑珊。我的愿望就是你。散一醉世前缘，问来生何日再见？千年这一瞬，情意何欢，爱一番难断。剪一段时光，星辰破碎，与你烟无悔。尽管以后落花没千回。杀了他！只有杀了他，夜神才不会继续为祸三界。你的使命就是杀死夜神，铲除夜神。
只有我能阻止他。什么人？主上有令，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。原来是主上亲令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这里不需要你们了，你们先去休息吧。一会儿我会找人来替你们。是。白小樱的走狗，你来干什么？滚！肯定是找了什么新的办法来折磨我们。你回去告诉白小樱，我们不怕。时间不多，赶快离开。你不杀我们，又放我们走，你是白小樱身边的人，为何要帮我们逃走？你不如就直接杀了我们。对，肯定是设下了什么陷阱，就等着我们往里面跳呢。我们才不会上当。不能相信这狗东西的话。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放你们，只是想这么做，走与不走，你们自己选择。走，无论生死，总要一搏。是啊，熙然上仙说的对，我们总要试一试。走。叶晨渊，或许只有你才能救白小樱。大半夜的，你不睡觉干什么去了？我为什么连你也要违抗？你也觉得我错了？你知不知道那些人当时是怎么对我们的？我们在这里吃了多少苦，明明就是他们的错。好，看来是我太过纵容你了。既然你放走了他们，那他们的罪便由你来偿还。这里你应该很熟悉吧？不过这一次可跟以往不一样，接下来才是我为你准备的大礼。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药物。你竟敢违背我，想必这点痛苦应该不足为惧吧？你这样做开心吗？我开心啊！我为何要不开心？我做的这些事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全都是为了你。
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只是为了跟你在一起，你竟然还背叛我！我告诉你，你是属于我的。从今往后，不要再想违背我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那为什么？我已经成过气了。我看见落雪谷小屋，我在拜堂成亲。对，我们成过亲。你想起来了？可惜，那一次我们没有礼成。不过没关系，等这次我们正式成亲后，从此我们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了。看着我。云雅说的没错，我的身体恐怕撑不了太久了。可如今叶晨渊才恢复了三魂三魄，我不能再等了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10日之后，我们就在仙门成婚。我并未答应。我是来通知你的，不是来征求你同意的。来，这是你的，慢点喝啊。族长，都安排好了。好，去吧。实在是叨扰你们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带来了解药。是叶晨渊从白小莹那里偷来的。多谢。应该是我们谢你，若不是你收留，我们肯定早就被白小莹抓走了。恐怕是因为白小莹和叶晨渊10日后大婚，他们在这之前应该没有精力来顾你们了。这么说，10日后便是救出仙主的最佳时机。
动作快一点，10日之后便是主商大婚，别操手操脚的，都给我麻利点。你放心，软筋散只会让你无力，不会对你的身体有任何伤害。等我们大婚结束，我就会给你解药。收手吧，还来得及。绝无可能。你在这休息会儿，我去看看我们的婚服。这次改完顺眼多了，你快来试试。叶晨渊，给我找！他肯定还没有跑远，就算给我翻遍整个三界，都要把他给我找出来。是。叶晨渊，为什么？你明知道被我下了药，根本跑不掉，你为什么还要跑？你就这么讨厌我？这么不想和我成婚？这样做会后悔的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我后悔，还是你后悔？是你。我本是来找小莹贺喜的，只是她不在，便来看你了。我真是意外，没想到你会将九重霄的人放走，还逃婚。我更意外，你都这样做了，他还是要和你成婚。这样看来，我为他所做的一切，我自以为是的守护，就像是个笑话。但是你会害死他。为什么？他为了让你想起他，为了尽快帮你恢复三魂七魄，把他的力量都输给了你，自己却越来越虚弱。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现在小樱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自暴自弃。他在发泄，在放纵，在报复。他不顾任何后果，没有任何理性。他是在自我毁灭。你给我说这些，是想让我劝他？没有任何人劝得了他，而你，就是最后那个让他自取灭亡的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命中注定他每一世都得死于你手。因为他早就有预感，等你彻底复活就是他的末日。所以他彻底放纵，甚至疯狂。到那时，他的结束就是皆大欢喜。你也不会因为他的死而感到难过自责。那我该怎么做？有你在，小莹就会如此不顾一切。只有你真正消失在这个世界了，这一切才能彻底结束。
哎，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明日便是你大喜的日子了，我提前恭喜你。小英应该快回来了，我去看看。叶晨渊，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我把你关进来让你不开心了，所以你故意想惩罚我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醒过来好不好？你先醒过来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叶晨渊，叶晨渊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解脱了是吗？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。怎么没死成让你失望了？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你休想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，就算你死了，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活过来。这样折磨我，你很开心是吗？折磨？你就是这么想的是吗？对，我开心的很。叶晨渊，这段时间你伤害我，违抗我，我一直包容你、迁就你，但你一次次变本加厉，有恃无恐。可是这一次，你踩到我底线了。知错没有？还不认错？我要你记住这种感觉，你的全部，包括你的性命，全都是由我来掌控。没有我的允许，就算是死你也做不到。昙花一叶凋残，醉生梦死，何以启齿蝉？几世牵绊，唯有我手手轻弹，离愁。